大家好，我今日要分享嘅主題係有人覺得尖沙咀鐘樓比香港國際機場更加可以代表香港。對於呢個睇法，我係唔認同嘅，因為尖沙咀鐘樓原本都係有好強嘅一個香港歷史，加上呢個尖沙咀鐘樓嘅歷史係比較悠久嘅，同埋佢都可以好代表得到香港。佢仲可以帶住有好多嘅關於香港歷史嘅記憶。對於呢個睇法，馮思亮你有啲咩意見？香港國際機場咧創造於1998年7月6號啦，相較於鐘樓本身咧，有個機場啲設施比較新，然後啲嘢都比較多。跟住鐘樓嗰啲嘢咧已經唔識喐㗎啦，然後啲地理位置都比較偏，然後都冇，然後雖然有多啲人嚟啦，但係嗰啲人都係影相冇做啲乜嘅貢獻嘅。跟住嗰度咧連食午餐同埋睇風景嗰啲嘢都冇啦，因為個尖沙咀鐘樓對面都係一啲高樓大廈啦。請問張雨婷同學你有咩諗法咧？我就要反對一下馮思亮同我所講嘅嘢啦。尖沙咀鐘樓係有佢作用嘅。尖沙咀原本咧係俾以前嘅香港市民要求留低落嚟作為歷史集體回憶嘅標誌啦。咁佢又唔係完全冇嘢嘅，佢係用嚟作為我哋全部香港人嘅回憶同埋標誌。咁張世同學有咩想表達下？我唔認同鍾燕婷同學嘅講法，我嘅觀點係同意香港國際機場更能代表香港，因為香港國際機場係全球頂級嘅機場，好多次都攞到全球最佳嘅機場，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中心嘅核心標誌，更能體現香港嘅國際地位。同埋國際機場代表香港嘅現代化發展，體現香港嘅開放同埋包容，而鐘樓就偏向傳統，好難全面反映香港嘅現代風貌。對此，請同學你有咩諗法？對於啱啱馮思亮所講嘅嗰個鐘樓係唔識喐，但係因為嗰個就係鐘樓係就因為可以就係佢有好長歷史，所以先個鐘樓係先喐唔到。但係佢嗰個鐘樓雖然係喐唔到，但係佢都係遊客成日去打卡嘅地方之一。喺當一個地方成日俾人去打卡或者影相嘅時候，就好容易咁成為咗香港嘅一個代表，同埋尖沙咀鐘樓好容易引起嗰種懷舊感。對於呢個而家呢個時代就可以代表咗香港唔同嘅階段嘅生活，就可以更加有歷史嘅層次，就好容易更加容易俾人就俾人容易咁聯想翻香港。對於呢個睇法，馮思亮你有啲咩意見？你講咧，我都認為鐘樓係唔識喐，但係佢都有歷史悠久啊嘛。跟住鐘樓唔識喐，但係佢咪冇咗個用處咯。但係我哋個就係機場係有用處㗎，佢係嗰個咩送貨嗰啲嘢啊，尖端智慧科技嗰啲嘢。但係我哋嘅鐘樓唔係科技嚟㗎，係一個唔識喐嘅鐘嚟㗎。請問張雨婷同學你有咩睇法？咁我就要反駁一下馮思亮同學所講嘅嘢啦，因為尖沙咀鐘樓已經俾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香港法定古蹟，受到古物及古蹟保護條例嘅保護。咁張世同學有咩想表達下？我都唔認同鍾燕婷同學哋嘅講法，因為我哋講全球認知度嘅話，全球嘅遊客咧對香港國際機場嘅熟悉度都係遠高於鐘樓。鐘樓人哋淨係去尖沙咀或者網上查到先會去，但係國際機場係所有人嚟香港都會一定知道呢個地方。然後國際機場係香港俾外界嘅第一印象，就係香港國際機場係全球第一好，全球第一最大最好嘅，咁就有個第一印象更具代表性。請同學有咩睇法？對於你呢個睇法我係唔認同嘅，因為到尖沙咀唔單止係嗰個旅遊景點啦，因為同埋佢係一個成日可以俾人好容易去到地方啦。遊客啊、市民啊都可以經過去嗰度，因為佢成日都好容易咁出現喺附近，所以就好容易咁形成咗香港嗰種印象。而且喺新年嘅時候，佢就喺尖沙咀鐘樓嘅上面裝一啲燈飾啊，共同宣傳咁樣，之後個鐘樓咧就會好容易咁俾人記住呢一個記憶。對呢個睇法，馮思亮你有啲咩意見？我覺得這同呢個睇法都好好，但係我都有我自己睇法。所以其實嗰啲遊客都唔可能去嗰個尖沙咀鐘樓，都可能去維港。維港咧可以做好多嘢啦，又有小食店啦，又有好多店鋪啦。跟住
嗰個香港國際機場都係物流業社區方面都會有好多方面嘅支持啦，唔單止個鐘樓可以。對於呢個睇法，張秋元同學有咩睇法咧？我認同馮思陽同佢嘅講法。香港國際機場嘅歷史見證咗香港由一個邊陲小港飛成一個國際大都會嘅過程。喺之前嘅啟德機場承載咗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同埋城市嘅發展痕跡，而新嘅赤鱲角新機場就延續咗其他視為世界之窗嘅使命，持續連接全球。咁對此，鍾宇玲同學你有乜講法？我需要回應一下馮思陽同學所講嘅嘢嚇。佢啱啱話外地嘅旅客唔一定係會去到尖沙咀鐘樓，呢一點我需要反對一下，因為尖沙咀鐘樓隔離咧就係香港太空博物館同埋香港文化中心，有呢兩個博物館中心喺度嘅話，係會吸引咗好多人嚟參觀。咁佢哋參觀嗰陣時一定會經過尖沙咀鐘樓呢樣嘢嘅，因為佢哋就喺鄰居嘅關係嚟嘅。而且啱啱馮思陽同學佢話鐘樓唔會再打鐘啦，但係喺2021年嗰陣時咧，鐘樓運作100週年，咁當日咧，尖沙咀鐘樓係傍晚6點幾已經重新響起啦。咁尖沙咀鐘樓係喺特別嘅時間或者日子就係重新響起嘅，並唔會講到你所講嘅唔會再響起呢件事。咁對此，張西同學有咩想講啊？咁其實我就覺得咧，我而家應該選鐘樓啦，兩者就各有唔同嘅特點，係冇可以簡單咁比較啦。然後咁鐘樓就係代表香港嘅歷史同埋本土文化，係香港文化根脈嘅象徵；而國際機場係代表香港嘅現代同埋國際影響力，係香港發展成就嘅體現。佢哋兩個都係構成香港嘅完整形象，少一個都唔好，都唔可以，需要兩個夾埋一齊。對此，謝欣彤同學有咩睇法？我想回應翻啱啱馮思陽講嘅嗰個國際機場，我覺得其實佢嗰個香港國際機場係冇啲互動性嘅，因為佢可能淨係得個交通工具，可能啲遊客坐完就會可能唔記得咗。但係咧，香港尖沙咀係至少係可以見到個鐘係可能會響起身嘅，正如啱啱阿鍾婷所講，個鐘係真係可以響嘅，同埋個鐘嗰個歷史係真係比較長嘅，同埋咧，好多人都可以知道嗰個香港尖沙咀鐘樓係香港嘅歷史見證，所以都係更加可以去代表香港。對呢個睇法，洪思有啲咩意見？總括其實我都覺得兩樣都幾好嘅，然後咧總括而言，香港國際機場同埋尖沙咀鐘樓都好有歷史價值，唔單止可以俾大家娛樂性，又可以俾大家去更多地方旅遊。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